如果你覺得唔舒服，可能需要去睇醫生。有危及生命，例如心臟病發作、中風或交通意外等緊急醫療情況，請打999。如果你需要緊急醫療協助或建議，但情況並不危及生命，你可以打111查詢。對於喉嚨痛、咳嗽、感冒同一啲痛症唔太嚴重嘅問題，你可以到當地藥房諮詢藥劑師，可以得到快速有效治療。藥劑師係經過嚴格培訓，可以針對好多病情提供有效建議。有一啲藥劑師仲可以開處方藥物。藥劑師係唔需要預約，而且佢哋平時收得好晏，星期六日都可以去諮詢。如果你需要睇家庭醫生，係需要預約。預約方式有線上、電話或者到診所。你需要到家庭醫生登記，俗稱 GP。喺預約家庭醫生之前，請記低幾時開始有呢啲症狀，有咩嘢因素令呢個症狀情況好轉或者惡化。記低你而家正在服用任何藥物或者維他命，同時記低你想問醫生嘅任何問題，以免唔記得。預約前唔好食煙或攝取咖啡因，因為有機會令血壓升高。穿着舒適而且容易脫下嘅衣服。請確保提前到達預約地點，可以嘅話帶朋友或者家人陪你。見醫生時請提及自己症狀或者病徵，以便醫生作出診斷及治療方案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唔清楚、唔確定，唔好怕問醫生，確保你了解醫生嘅建議，你就可以見醫生時獲得最大收穫。